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歡迎大家收睇一週黃金新聞，我係 Choco。等我計下數先。哇！過去一週嘅黃金價格升超過1% 啊！究竟點解嘅呢？等我同大家回顧下過去一週一啲重點新聞啦。原因係因為以色列同埋伊朗之間嘅衝突啊。Iranian state TV came under attack during a live broadcast. An injured reporter who survived is now worried about the fate of others. 令到油價推升7%，令到避險資金大量湧入黃金。同時，美國總統特朗普亦都呼籲國民撤離伊朗嘅首都，令到緊張情緒加劇啊！令到大量資金湧入黃金呢個避險工具啦。由6月10號至到6月17號嘅金價範圍係。過去一週嘅黃金價格咧，由3320美元一路升到去3430美元，震動範圍咧係110美元，反映出咧市場對於避險嘅反應啊！如果以衝突進一步擴大嘅話咧，金價有機會挑戰3450至到3500美元。另外啦，都要睇返美聯儲嘅政策方向㗎。如果美聯儲釋放降息信號或者淡化加息路線嘅話咧，咁嘅話金價就有機會上望至到3450至到3500美元。但係如果佢哋堅守鷹派嘅路線嘅話咧，咁就有機會回落至3350至到3380蚊美元嘅區間啦。最後啦，就係少少技術面嘅參考啦。近期嘅低位咧就係3380美元，如果守得穩嘅話咧，後市繼續有潛力㗎。至於阻力位啦，短期上方係3450美元至到3460美元。至於過咗呢一條頸線之後咧，就有望突破3500美元啦。金價要繼續加油努力啊！今日嘅一週新聞就回顧到去呢一度啦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！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哋嘅短片啊！拜拜。